相信讲到白河的观光景点，真侪人拢会想到林厝边的班机花岛。每一年的花季拢吸引真侪游客。20号上午，区公所也特别举办了花季的开幕记者会。活动期间，区公所也举办导览、摄影比赛、拍卡送贺礼等活动。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出席宣传。市长除了感谢过去区长甲当地民众的共同努力维持这个环境，也期待会使伫各区推出充满特色的景点，让台南成为观光大市。拄则咱讲的吼，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今仔日咱的这个林厝皮的木棉花大道会当变做全世界15大林道林荫大道亚洲唯一的入选的这不是讲咱咧操大汉，因为这别人甲咱选的，不是咱家己选的但是伫我心目中，这拢是上水的。咱过去的镇长区长，大家会当想讲来经营这个所在，甲整好，然后甲这样一代一代安尼维护起来路愈过愈水。后边我会特别注意，你一边拢叫我签1000万的，我签了了，搁一个1000万，即马加起来原来遐济，下回我会特别注意但是咱经营真无简单所以真感谢大家的这个维护进前有这个林厝皮，即马近年来有这个落羽松所以这拢是咱台南的宝嘛是咱台南好的上好的资产。咱期待未来搁一位。一点搁一点，安尼建设起来，互咱台南会当真做，搁较水，搁较吸引人的观光大市。因为天气的影响，所以互开花的状况大约只有1成。接下来也会陆续来开花。区公所也建议民众会使伫2月底到3月初的时阵来赏花。花季的活动也将会配合花期来举办。同时，现在因为疫情的威胁，民众来参观也需要配合防疫政策，袂使食物件，嘛要挂好嘴掩。希望民众多加来配合。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